讲到今仔日是正月初二，这过年连假的第6天，全台湾的天气是拢真好。这高速公路顶头的车也变真侪啊。高公桥预告讲，今仔日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。也若讲到这天气方面呢，今仔日日时天气较烧热，也若明仔载初三水气变较侪，南部、东部会落雨。一透早，国道3号北上接国道5号的木沙交流道，就出现排队的车潮。大年初二登去后头厝，国道5号下早车侪，下早6点外，国道就已经出现车潮。不管是北区啊、中区，国际六国3，拢会当看到南向车道车真侪。高公桥有估，初二交通量是137万车公里，将近平日的1.5倍。如果是要往南向的民众，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，而国道5号会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出发。那南向的台北向部分路段话，高公桥有估，国因苗栗到湖口、国3关西到大溪会塞到下暗9点10点，国5宜兰到屏南会塞到半暝，中部毛山的路段会一直塞到下暗9点10点左右。天气方面，太平山透早出现美丽的云海景象，然后0度左右。初二平地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大河，然后4.8度。气象署表示，初二即时啊气温继续来回升。但到初三水气会增加。明天初三，水汽会慢慢由南往北移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请大家携带雨具备用，而且可能是先从南台湾先开始影响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地区。初二的日时变烧热，不过半暝到透早嘛是出现低温。到周末初四、初5有方面接近台湾，也方面有雨。后礼拜开工日会有更较强的冷空气刷下来报道。目前有估会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。公司新闻林俊梅、周良上台北报道。